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今嘅欢迎收看1月9號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之前全力争取，市府已經答應咱台南嘅警察甲消防對今年開始嘛同款有翻動甲超輕嘅津貼，不過到目前所基層農業嘅領到，所以議員劉慧英特別召開記者會，認為這筆津貼無伫1號發放對基層嘅警消真無公平，要求市府要趕緊處理。市議員呂偉英表示，台南市的警察甲消防人員的翻動勤務津貼，雖然伫去年選舉期間，包括黃偉哲甲儕民意代表攏贊成加發，而且當時的代理市長嘛宣布編入108年度的預算，經過議會審議並且通過。不過原本1月1號就要發放，拖到今賣卻無下落。對此，找來消防甲警察局的官員召開記者會。希望予基層的員警甲消防人員一個答案。既然過去咱這條預算已經有編列啦，吼啊，過去的這個市長候選人嘛有承諾啊，吼，理論上應該伫1月1號就應該吼愛如實如期的發放。我想這個部分吼，某一個程度吼，咱嘛看得出來講吼，這個某個程度是不是在這個行政效率上吼，咱會當個未來會當較加強的啦吼，啊嘛看得出講，這個新的市府甲舊的市府之間吼，這個無縫接軌是不是出了問題？啊，所以我們希望吼，這個繁重加急可以趕快吼，來這個如實如期的發放哦。每一個月的薪水要在1月1號發放之前的作業是在前一個月的月中就要把這個薪水做好。那去年的12月年中的時候，我們發現這個作業其實應該是來不及，因此我們在去年的12月20號有發一個局函啊，通知各分局各單位，讓同仁知道說我們今年1月1號的薪水是來不及的。那目前的最新的進度也跟議座跟現場的記者朋友做一個報告，我們1月份的勤務繁重加成會併2月1號的薪水一起做補發，那2月份之後的勤務繁重加成就會併每個月的薪水如期的來做發放。雖然警方甲消防人員的解說是因為作業未赴，不過不止執政黨的議員看袂落去，連議會國民黨團嘛認為市府無應該拖延。尤其過去這幾冬，台南市的警消超勤津貼攏比其他的5都較低，今年總算提懸，但作業嘛袂用咧拖沙，呼籲市府應該趕緊並且照時間來發放。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自這幾年間，就是關會中心會量上欠的時，加上天氣寒佮落雨，嘛大大減少民眾出門關會意願。據了解，現在全國平均的會庫出門到5天，已經是20天來上欠的記錄。所以，桂林賽主會持續舉辦關會嘉年華，今年1月13號就將佇新豐高中，呼籲大家踴躍來響應。桂林賽主會佇會場李麗芬號召，包括賽客、賽子以及配合當地新豐高中校長，攏做伙宣傳1月13號將舉辦的愛心關會嘉年華。根據了解，該公益活動已經連續15天佇歲末年初來登場，除了養成關會人的習慣，透過摸彩甲盤手的目的，嘛希望吸引更較儕人來響應。我們是希望呢，鼓勵民眾他能夠長期保有捐血的好習慣。那獎品非常的豐富，那除了電視呢，我們這一次還加碼了電動的腳踏車，還有各方面的小家電。那其實獎品只是我們小小的一個心意啊，還是希望民眾是來捐熱血，一起來做公益的。對，還有我們剛好今年度是我們歸仁獅子會的第20週年，我是第20屆的會長李麗雲。那我們要捐血的那一天，1月13號。也是我們國際獅子會創始人馬文宗士的生日，那他的座右銘就是說，當我們開始服務別人的時候，就是能夠成就一件大事。
会中能力大大欠货相当险迫。关会中心表示，北部因为寒流加上落雨，造成关会量大大减少，甚至对南部调货已经是20冬来上届紧急的欠货时阵。我们最近因为天气比较寒冷，那加上那个北部也常常在下雨，所以民众这个出门的意愿就减少。然后再加上这个冬天呢，大家呢用雪量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就造成北部的一个缺雪的情况。那尤其是北部这边，他说是前20年来缺雪最严重的一次。那所以刚好我们非常感谢贵人狮子会能够在这么一个缺雪时间内，能够来帮忙我们来这个举办这个大型的这个捐血嘉年华活动。年关将到，为了欠有够量的医疗研会，嘛呼吁大家共同来响应关怀。台南新闻顾问及张伟忠采访报道。同款做善事，也有成立32档的一型协力助善会，因为知影台南启智学校学生所面临的家庭环境加身体上的困难以后，所以号召会内400多位会员做回来颁发奖助学金，嘛借此鼓励该校学生会当更加坚强、勇敢面对人生。一型协力助善会伫咧现任理事长许荣元的带领之下，理事、干事以及常务理事等多位干部成员拢聚集起来，来到台南启智学校，一方面来关心到学生甲学校的状况，另外一方面也颁发总数29万的奖助学金，要来鼓励这寡万杯天赛。一直以来，我们一城协力慈善会成立32年以来我们一直对社会团体一些弱势的关怀活动我们一直都在进行，而且其他的急难救助呢，也是我们的宗旨之一。所以说，我们今天得知台南启智学校的学生家庭背景呢，有这么多的是属于比较弱势的团体所以说我们经过理监事会议通过，我们决定来为学校注入一些资源。所以今天才有这个奖助学金的，要说捐助，倒不如说是鼓励，因为今天所领到奖的同学呢，都是很积极向上的同学所以说今天我们在他们岁末年终之际能够给他们一些小小的资助，希望他们的家庭呢，能够在年终之余可以过得更宽裕一点。每一份的奖学金，嘛是一型协力助善会每一位会员满满的爱心。一型协力助善会嘛，希望这个奖助学金会当帮助万杯天赛过一个好年。台南新闻网号采访报道。为提供患者家属伫等待看诊的时有一个暂时转换心情、甲疏解压力的空间，特别伫门诊大楼的2楼开辟一个艺术走廊。日前所推出的昆塘念仔店，都侪医生的创作，而且佫是透过特殊近距离的镜头所呈现的，相当精彩。做回来看卖。利用这款近距离摄影镜头所翕出来所昆塘，拢至少1倍放大，会当清清楚楚呈现昆塘的细节。其实翕的人除了爱克服光线、快门等专业的技巧，上较重要是爱翕出昆塘的生命力，互观赏者会当大开眼界。而其中部分作者拢是有兴趣医生，想要做伙伫现代艺术走廊来办展览，自我挑战。微距的话，一般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对我来说，是一种惊奇，也是一种挑战。为什么是惊奇？因为有时候你在无意中会碰到一些很奇特的、很稀少的一些昆虫那运用我们的这种拍摄的方式来呈现出它这种昆虫它的漂亮的一面昆虫并不是说完全都是那么丑陋，它也有在某个角度下可以看到它很漂亮、很完美的一面。微距摄影呢，就是可以透过镜头建立一个和昆虫交流的一个管道，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昆虫的生活习性。那我们对昆虫越了解呢，越可以去尊重任何一条微小的生命不轻易去伤害它们。现代病艺术走廊的展览已经迈入第22期，这摆除了透过近距离的镜头，要大家欣赏难得一见的昆塘，其实嘛是要凸显昆塘背后的生命故事，还是对生命的尊重。台南新闻顾问张伟忠采访报道。
嘉南药理大学幼保系毕业升高展览，9号、10号2天将伫大礼堂、老礼顶场。这摆以冒险的旅程为主题，带领小朋友做伙参观耍游戏，并且用力环保的观念，嘛，互轻松的佚佗有满满的教育意义。一大群幼儿园的小朋友满心期待，就是要进入奇幻国度的冒险旅程当中来进行闯关游戏。一寡充满创意又搁古锥的布置，拢是甲大自然有关系，嘛全部拢是嘉南药理大学因幼儿保育系学生因开了侪时间甲心血所做出来的，嘛互每一位孩童拢算甲有够欢喜。是以闯关游戏的方式来进行，那这是一个不同方式的一个呈现。那这一场的闯关游戏是我们幼保系的学生花了1年的时间，从设计游戏到制作布景、制作整个的那边的服装，全部都是自己亲手做出来的。那这些所有的游戏呢，我们都是依照小朋友年龄，然后用小朋友的角度、小朋友的语言来设计的，那非常的有趣，而且很有的教育价值。那现在呢，虽然是少子化，但是呢，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宝贝。那更要注意到的就是教育的一个精致化。所以幼保系、嘉耀幼保系在这里训练我们的学生是多角化的训练，除了他们可以成为一个非常优良的幼儿园老师以外，他还可以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譬如说游戏的设计。好，那这种游戏的设计呢，就可以运用在幼儿园里面大型的活动，还有一些亲子营，还有一些呢不同的游戏场设计。当时闯关游戏嘛，结合了环保的观念，但内底亲就是课本色、清洁环境、实在水中生物等等的部分，就是希望小朋友会当透过这轻松好耍的游戏，自细汉就实在着保护地球环境的重要性。等你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灯会是一种传统的技艺，过去常常用在新娘头壳顶的装饰，但现在会晓做灯会人愈来愈少，所以饭店业者特别邀请曾国芬老师甲其他5位艺师共同来呈现灯会水，希望让社会大众做伙来欣赏这项强强要失传的技艺。这鸟类花卉也阁有减色的艺术作品，全部拢是运用灯火这传统技艺。灯火又阁叫春仔花，过去一般拢是使用伫新娘的装饰较济，现在大义励志酒店嘛特别邀请专长鸟类花卉的艺术家曾国芬老师，以及其他5位的艺师共同举办剑狮游春花鸟争鸣的灯火展。9号下午盛大开幕，现场除了来了侪位贵宾共同见证以外，嘛来了侪民众来欣赏这精彩的作品。这一次我们剑狮游春花鸟争鸣的一个主要残花展示，除了我以比较擅长的花鸟作为一个这一次的主题，另外比较特殊的就是以台南安平剑狮它的一个特色，然后邀请了5位医师，一同来做这个用残花来表现剑狮的这个部分，是这一次比较大的一个特点。
这届总共有15件的作品，曾国芬老师嘛特别伫现场展示了灯火的制作过程。伊也认为灯火的形状设计，也佫有线的运用是非常需要技术的。缠花最困难的部分，其实最基本功就是在丝线的缠绕上，因为你要掌握每一个不同版型，它有它的技巧，还有它的困难度以外，还有你如何将这个缠花来表现出你想要表现的这个形态，还有组合方式，这是我目前觉得比较困难的部分。这届的作品展将要展出到3月3号。大爱励志总经理严心怡表示，酒店为了迎接过年的来到，嘛特别安排非常有民间特色的灯火艺术，希望予国内外游客拢会使欣赏到这种传统的艺术。嘛欢迎对灯火有兴趣的民众会使来到大爱励志欣赏这的作品。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根据联合国的资料，现在全世界每年有超过1/3的食物拢是被浪费掉，所以如何对细汉教育就真重要。技术好山是甲适合学生主动研究将要过期的物件，希望予后来其他的同学会当了解这的物件到期时间甲口感的关系，同时嘛知影珍惜感恩。现在如果来到火山国小，会使看到后来有一个小单位，内面放的物件拢是伫要到保存期限的食物，并照咧到期的日子来做分类。这也是这2位火山国小的学生所进行的研究。因到机器品商店买这的食品，并放到后来，予其他的学生自由来刻，最后来做问卷调查甲研究。一开始的过程就是呢，我们先确定我们要做这个主题，然后我们会去看一下，我们会了解一下机器食品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开始设计问卷了。每天早上我们都会看我们犯了几个，然后放学的时候我们会剩几个。只要少于20天了，快到期了都没有人拿，代表我们可以推测，他们没有拿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期限太短了。先了解一下即期品有哪些种类食品是对于现在来讲是比较畅销的。当然对于学校来讲，当然透过一些尝试和一些方式，让他们更了解即期品对于现在的虎山的小朋友来说是有没有很受欢迎的。不过真正要了解到的是，他们有标示到期日多久到多久，对于学生来讲，哪些是必须受到更多的欢迎，以及他们之前有发下问卷，调查一下学生们的一些态度以及接受度。这个实验嘛是后来研究计划的一部分，透过学生主动研究有兴趣的题目，除了让学生会使了解现在全世界浪费食物的问题非常严重，同时嘛希望学生会使透过安尼的实验，更加爱惜食物。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现代人因为生活压力大，加上饮食无正常，造成大肠癌的患者年年增加。所以先提醒患者，只要大便无正常出血，或者是时常胃肠无爽快镜头，拢一定爱提高警觉。大肠癌发生进前，大肠会先有息肉来出现，这寡息肉有的是良性的，有的是恶性的，佮加上藏伫咧大肠当中，袂痛，真歹发觉到。因此，医师就建议，若是有食薰、啉酒、生活无正常，或者是有家族病史的人，得定期来做大肠镜的检查。若是会惊痛的话，嘛会当做新科技的无痛大肠镜。大肠癌在国内算是所谓癌症的泡泡是第1名，也是世界排名第1。所以目前的民众对这大肠癌问题要非常重视。那我们癌症来讲，通常如果说平常有超过50岁，或是粪便结血便的，好，或是最近这2个。有大便习惯改变的这些人都通常要，或是不明原因都贫血，这些都要通常非常注意，赶快到医院来接受检查。目前国健署也在50岁以上有提供一些2年1次的粪便筛检。好，那如果说还是非常担心，也是可以直接到医院接受大肠镜检查。像我们医院目前有所谓的减重大肠镜，可以减少大家对这个大肠镜的恐惧。那在过程会比较舒服，那让愿意去大家接受这些检查，那早点的发现这些大肠的一些病变。然后早点做处理的话，预后也比较好，也维持后续的健康。所以希望鼓励民众，如果有些不明腹痛啦、长期腹痛啦、体重减轻啦这些，或者大肠癌家族史，还是希望尽快到医院接受一些检查。大肠发生病变，通常拢是发生伫50岁以上族群，所以医师也建议，就算无任何症状，50岁以上也是爱3天至5天来检查一摆，才会当确保肠道的健康。台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
看病爱分级，一直是政府积极呼吁，希望民众配合的政策。现在基美核中心更进一步甲侪基层的诊所合作，成立整合病房，要提供需要转诊住院的患者一个完整个省时间的医疗服务。基美核中心老年医学科主任蔡港婷指出，目前愿意甲基层诊所合作的大型病院真少，咱台南嘛一直无人愿意试办。不过，其实病人甲家属上介在意，就是一旦诊所转诊需要住院，若烦恼无病床，并且需要综合检查。所以现在基美病院成立整合病房以后，得当大大节省入院出院的时间，甲错误诊疗风险。整合病房那我们有个功能，就是做一个垂直整合。垂直整合对大家而言是一个新名词那不过这个名词的意思就是说，那由医学中心然后跟基层诊所，然后来做一个合作。那我们是一个双主治医双主治医就是我们医学中心的医生跟诊所的医师像严医师那做一个合作。那今天患者今天有需要住院的时候，他直接联络我他不用再重新，这个整个过程是连贯的他不用说打断，然后我们还要跑去急诊这样子重来一次，他直接联络我，那我就马上知道他这个患者他的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他今天状况有什么变化，那需要做什么样的处理。那我这边会帮急诊这边做好安排，把病房做好安排。这个患者从他诊所那送到我们医院来，直接到我们病房，这中间像我待会会举一个例子，只有经过3个小时，那跟大家的一般的经验比起来差很多啦大家到急诊来挂号啊，还要等报告，还要抽血，还要等床，通常会半天超过啦。像我们这个 case， 适应下去只有3个小时而且3个小时上来，我就知道他什么病了，我连用什么药我都知道。根据了解，只要诊所甲大型病院愿意沟通合作，而且对着病人的诊断甲治疗达成共识，以后对诊所转送基美，经过急诊初步检查以后，得当直接住病房，如果专庭只需要开3点钟。台南新闻管及张伟忠采访报道。下面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马在是这分有时好天天气，温度19度到25度，下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到阵风9级。感谢收看1月9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